如果唔係無時無刻都 check 住自己嘅心跳，咁病人又點知自己嘅心臟係咪真係健康呢？咦，鄭醫生，你打嚟就啱啦，我咁啱有嘢想請教你啊。Hello Jenny， 請講啊。心臟係一個24小時運作嘅器官，一時失控，後果都可大可小。患者點先可以趁早發現病情，及早進行治療呢？咁啱得咁巧呢，上次你咪問過關於一個心臟病嘅問題嘅。咁最近呢，我就接觸咗一個特別嘅個案。咁患者本身好中意做運動嘅，因為一次意外呢，佢發現咗自己有心瓣嘅毛病，咁做咗一次微創嘅心瓣修補手術。咁術後呢，就發現咗自己有心跳過慢同埋心房纖震，要食薄血藥。咁其實本身呢，都建議佢裝一個有導線嘅心臟起搏器嘅。咁但係呢，佢又擔心自己有多一個傷口，又影響日常生活運動啦。咁咧，所以咧就最後決定咗裝一個冇導線嘅心臟起搏器。Hello， 我叫 Raymond， 因為患有心臟傳導阻滯，所以我接受咗無導線心臟起搏器植入手術。我記得嗰陣時，我每日都有練跑，有一日跑下，覺得呼吸同平時好唔一樣，個心口有啲鬱悶，我已經覺得好奇怪。直到無啦啦喺街度暈咗，我先知自己有心臟傳導阻滯。心臟傳導阻滯嘅主要成因咧，就係心房同埋心室之間嘅傳導出現咗問題，導致心跳不規則、回慢，甚至有啲人可能心跳停止嘅。Raymond 當日咧就係因為病發暈低咗，所以先發現個病嘅。咁好彩咧，佢仲有治療嘅機會。估唔到心臟變成一個計時炸彈，醫生都建議盡快做手術㗎啦，深知手術一定要做㗎啦。但係始終唔想接受。有導線心臟起搏器植入喺鎖骨之下，手術之後可能會限制手臂嘅活動，擔心以後再跑會影響表現。Raymond 唔想放棄熱愛嘅運動，但係同時又想接受心臟手術喎。係啊，所以除咗有導線嘅心臟起搏器之外咧，而家其實 Raymond 都有好多選擇嘅。咁佢亦都可以選擇無導線嘅心臟起搏器嘅喎。我都有再三問醫生。手術成功之後，係跑都冇問題。佢話 OK， 咁我就即刻去做手術。手術之後，第二日已經可以落床。依家跑步嘅時候，我更加感受到自己嘅心跳，每一下都好似同我同步咁樣，更加有動力去挑戰更加好嘅成績。我哋成日都同病人講，多做運動，保持身體健康，但身體都會有意外㗎。其實 Raymond 嘅情況係咪都好常見㗎？係啊，有時呢啲個案你都會見到㗎。咁心臟傳導阻滯咧，其實都好多種成因嘅，而且咧個成因都唔容易發現嘅。咁好似 Raymond 呢個案咧，有時我哋都會建議病人接受翻個24小時心電圖做個檢查，甚至可能要做一啲植入式嘅監察儀器，先至可以診斷到㗎。唔該晒你啊，鄭醫生。Raymond 而家接受咗無導線心臟起搏器植入手術，幫助心房同心室保持同步，可以防止心律不穩嘅症狀再次發生。心房同心室嘅有效交流，先係實現真正嘅每一次心跳同步。